今次北上深圳即日來回，竟然可以做到4樣嘢，時間管理真係一流。眼科檢查，去 Playhouse 玩，再加埋打邊爐。短假期唔想飛，就打算一家人返深圳玩。新年之前試過喺大陸洗牙同配眼鏡 ，CP 值都非常高。最近發現有啲健康檢查嘅專業程度又高，價錢相當公道，俾我揾到一間超就腳，而且仲係響羅湖火車上蓋商場新開嘅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。年紀有翻咁上下，而家開始睇嘢時會蒙蒙地，驚有老花同埋青光眼，所以想及早去檢查下。呢間醫院雖然係新開，但係環境非常乾淨，設施亦都好先進。記得預早喺網上登記，去到核對身份，等5至10分鐘就有得做檢查，真係好啱我哋呢啲分秒必爭嘅香港人。做完檢查即日攞埋報告，仲有大把時間去玩去 shopping。另外呢度嘅驗眼設施都非常先進，可以360度無死角咁檢查眼睛。醫生呢非常專業，會詳細解釋我嘅狀況，同埋教我預防勝於治療嘅方法，而且仲要全程操流利廣東話。我呢啲普通話咁差嘅人都唔怕聽唔明。呢一 set 係右眼啦，呢一 set 係左眼啦。眼底睇乜嘢？第一個視神經靚唔靚啦，啲血管有冇堵塞嘅情況。黃斑點喺呢一個位置，但係唔一定，即係睇下有冇黃斑病嘅。第四，睇視網膜有冇穿有冇爛啦，呢啲就係眼底常見嘅症狀。如果發現眼睛有啲咩問題，仲可以當場諮詢意見，了解有咩建議同埋後續可以做嘅檢查。檢查完畢，所有報告都好靚仔，所以可以安心去玩去食。